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客栈，哈哈哈！今天要跟大家聊聊咱们哈嘎信仰。说到这个客家人的信仰，就一定要说说匿名这件事情。毕竟客家义民机现在可说是摸你唔敌给发通啊！但这个义民一开始可不是只有客家人才能尊荣独享的信仰。大清国刚刚开始统治台湾的时候，认为这根本就是有跟没有一样的话外小番薯，因此就随随便便的给他治理个1-2下。也因为只有1-2下，要理不理的搞得台湾民不聊生，气煞百姓也。渐渐的也就引起了各种大大小小的抗议或革命事件，而这些引起事件的老百姓，在政府的眼里根本就是一群大逆不道的乱民，闲闲没事在那边跟着乡民搞什么民变。这些乱民搞得清国政府头好大大，想镇压这些乱民，却又无奈台湾的军人要力又不怎么给力，而其他心干干的老百姓看着能 Q 的国军，也只好开始硬起来，自己家园自己救的守护家园。政府看到百姓各种积极主动保卫家园的举动，觉得他们根本是好棒棒，简直功不可没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也就给了这些反抗乱民的百姓一个义民的称号，八嘎 Q 等于死期义气呀！1721年，台湾最早的义民团体就是在朱一贵事件发生的时候，由基天屏东地区的6堆客家人组织起来的。虽然最早是客家人，但台湾早期大乱小乱混作堆，也不是只有客家人会帮政府平乱，其他漳州人、泉州人或是原住民朋友，也都有机会协助政府当义民。不过这些人当然不是吃饱闲没事才去当义民，而是想要保卫乡里啊。像是1895年日本人冲来台湾的时候，吴汤兴等人的抗日，就是一种爱护乡里、保卫家园的行为。不过除了想保卫家园以外，也有许多义民就只是因为私人仇恨或是族群纷争才组团刷副本的。只要仇人一反抗政府，当然就是机不可失，赶快来当义民，杀光仇人也不过是刚好而已。更不用说当义民可是好处多多，不仅不用服劳役，来往台湾海峡两岸还可以有优惠，第2件半价。政府官员还会给个匾额，说你好棒棒，左边砍仇人，右边拿匾额，简直是崩拿江塞口一席领得，一举两得啊！除此之外，有些义民甚至会顶着义民响当当的名号，实际上却是在那边烧杀掳掠的乌合之众，根本比反抗政府的乱民还要乱民。因此，义民或是乱民，其实有时候只是一个是否反抗政府的分类名词。有可能今天你是乱民，明天就变成义民，完全不代表真的谁比较有道德，比较有义气。即便如此，在各种大乱斗中死难的义民朋友，政府跟民众还是会抠抠抠的盖个纪念他们的义民庙，渐渐的也就成为台湾的义民信仰啦。既然如此，不就谁都可以成为义民吗？那为什么到现在只有客家人在拜义民呢？这就跟清国政府刻意的表扬有关系啦。毕竟要对抗势力庞大又经常反抗政府的火罗郎，当然要拉拢耐打耐捧给行领啊。而对客家人而言，自己相对于火罗郎也是弱势，只有跟政府站在一起组个义民阵线联盟，才能确保族群利益。久而久之，客家人也更容易以义民自诩啦。属于火罗郎的义民庙也因此慢慢没什么香火，到今天只剩下北港义民庙能够单独产庙，客家的义民庙却是遍布台湾东西南北，无论是连庄祭祀或是分乡建庙，到今天依然是雄厚鼎盛啊！叽里呱啦说到这边，我们稍稍了解了客家义民信仰的由来，而且这个信仰翻遍全球，也只有台湾的客家人才独有的。虽然我们整天义民的喊，但因为台湾南北历史背景不同，让本是同根的客家义民信仰有了北称义民爷、南称忠永公的差别，在都凸显了客家文化的丰富多元呢。但客家文化可不是只有宗教信仰而已哦，到底客家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？咱们客栈就下回揭晓喽，过来。哦，长知识啦！原来义民一开始不是客家人独有的信仰呢。对啊，而且台湾还有南忠永公、北义民这样不同的称呼哦。太酷啦！不同的地方发展出因地制宜的信仰，简直是八嘎囧就是义气呀！啊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哎呦，就是八嘎囧等于死期，死期就是义气嘛，你都不懂。你是说八嘎囧等于义气吗？哎呀，对啦，八嘎囧等于义气啦。你先把话练清楚再来说吧，屁孩。